这期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普牛马学院向达赖喇嘛尊者颁授荣誉博士学位；噶夏审议并敲定藏人行政中央2026至2027年度预算提案；印度国会议员拉吉夫·巴德瓦吉率团访问西藏人民议会。驻日内瓦办事处加强在意大利与斯洛文尼亚的倡议工作。驻日本代表阿若亚会晤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主席与秘书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五1月9号，在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孟哥德的哲蚌寺果芒学院大殿接见来自世界各国的信众及访客，并接受了普纽马学院颁授的荣誉博士学位。在接见活动上，普纽马学院创办人兼院长胡安·鲁伊斯·老帕里率领代表团向达赖喇嘛尊者颁授该学院的荣誉博士学位，以此致敬尊者毕生致力于推广慈悲、利他及非暴力理念的不懈努力。此外，达赖喇嘛尊者还于本周3 1月14号在哲蚌寺国芒学院出席了由国际格鲁派协会组织的辩经法会，包括第105任甘丹赤巴罗桑多杰荣波切、第70荣波切以及来自哲蚌寺、甘丹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和热堆寺的826名僧人参加了法会，并就龙树菩萨所著的中论及弥勒菩萨所造的四部论点进行了深入的辩论。而在过去的1周里，达赖喇嘛尊者在哲蚌寺国芒学院接见了来自印度、尼泊尔与不丹以及世界各地的2200多名藏人、僧俗信众及访客。另外，第16届噶夏于本周3 1月14号召开会议，审议并最终敲定了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与驻外办事处2026至2027财政年度的预算提案。司政编巴次人、教育部长、安全部长和外交部长以及各部门的秘书长及相关负责人出席了会议。而噶夏最终敲定的预算提案将提交西藏人民议会进行审查，随后将于今年3月召开的预算会议中进行讨论并予以通过。相关预算提案涵盖藏人行政中央所有部门、驻外办事处及自治机构的收入与支出，内容涉及宗教与文化保护、流亡藏人的福利与安置、教育与奖学金、民主推广、创业与妇女赋权以及医疗保健等领域。此外，印度国会人民院冈格拉选区议员拉吉夫·巴德瓦吉于1月12号率代表团访问了位于达仁萨拉的西藏人民议会，并与政府议长及常务委员会成员举行会谈。在会晤期间，议长堪布索南丹培向代表团介绍了议会近期在新德里展开的外展工作，包括与拉吉夫·巴德瓦吉议员以及40多名印度国会议员的会晤情况。议长与副议长卓玛次仁还对印度政府和人民长期以来对西藏自由事业的坚定支持表达感谢，并特别感谢喜马歇尔邦政府与人民的支持。他们还强调了西藏在印度国家安全、环境保护以及文化传承方面的重要性。拉吉夫·巴德瓦吉议员在发言时感谢西藏人民议会的热情接待，并表示此次访问让他感受到深厚的情谊与亲近感，因为达赖喇嘛尊者居住在他的选区内，而藏人行政中央也设立在达仁萨拉，并重申了他对西藏自由事业的持续支持。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赤列居吉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于本周访问了意大利与斯洛文尼亚，加强与上述两国政治人物及政府官员的联系。本周3 1月14号，驻日内瓦代表赤列丘吉在驻欧洲华人事务联络官桑杰加的陪同下，在意大利波尔扎诺会晤了兰蒂罗尔自治省省长阿诺孔帕奇。在会晤期间，代表赤列丘吉向阿诺孔帕奇省长陈述了中国对西藏境内藏人日益加剧的打压行径，
并呼吁提供支持。恐怕其省长表示将持续支持西藏。随后，代表池里区吉在工作人员平措多杰的陪同下，访问了斯洛文尼亚，与当地政治人物、政府官员及大学生展开了深入交流。在相关的会谈上，代表池里区吉深入介绍了中国加强对西藏宗教活动的控制，包括干扰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事务，在西藏各地大肆开采稀有矿产，新建大型水电站，以及在殖民式寄宿制学校推广汉化政策。相关行为均反映出中国政府企图消灭西藏的语言和藏人身份认同的行径。期间，代表还在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纳大学发表公开讲座，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的4大人生使命。讲座活动吸引了该校师生及民间社会人士的参与，并引发关于全球人权保护、文化保存和精神领导力的热烈讨论。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代表茨旺加波阿瑞亚博士于近日在日本国会大厦拜会了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主席山谷惠里子及秘书长山田宏议员，并举行会谈。在会晤期间，代表阿瑞亚博士向2名议员通报了西藏境内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包括近期中国政府在西藏东部石渠县大规模抓捕藏人的事件，并提交了西藏行动研究中心关于中国殖民式寄宿制学校最新报告的日文译本。山谷惠里子议员与山田宏议员对过去1年双方合作所取得的成果表示肯定，并针对尼泊尔藏人的处境、西藏东部藏人遭捕事件及殖民式寄宿学校问题表达了坚定的深远立场，并表示将向更多国会议员及相关人士分享相关信息，探讨可行的应对与支持方式。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